Hello，今日我哋嚟講下咧，呢一個一人公司同 AI 嘅關係係啦。AI 喺一人公司上面扮演嘅角色係咩角色咧？其實係好重要嘅。我哋咧人咧始終嘅能力咧有限嘅。AI 係一種賦能嘅工具，佢可以咧將一啲咧細微細眼嘅嘢咧係變成咧一個自動化。你可以咧就係交俾佢做係唔錯嘅，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自動嘅工作流。你只要教好個程式，教好嗰個咧就目標，佢就會一字不漏咁樣咧同你係執行一個工作流，從而達到你想去完成嘅目標。呢個重要啊 ！OK， 大家明白啦。AI 就係執行一個叫工作流嘅工作嘅。OK， 好，下回我哋再講 agent 又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。OK。